哎呦，哎，头家啊，你唔捌经过我的同意无？问头头家，是用钱的吗？你是要买你问啊这？哎呦，哎呦，食较慢的啦，食较慢的啦，碰个烧啦。来，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至专家啊，煮，你哪会煮专家啦？哎，煮几只就煮专家，要惊死人。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卤嘛，肉。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个蚵仔煎，蚵仔煎其实不是讲红色，蚵仔煎是一个名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凤恰恰。感谢大家热情的呼声，非常欢喜，感谢咱全世界的华人所有好朋友到阵来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上较好看的节目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，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我本人。感谢，今日现场闹热滚，闹热踩，闹热完全无共款。哇，你说你牙齿啊嘞？这个牙齿啊，就是咱台湾真特殊的物件。是啊，走，你说一句吧，说一句。来，啊，你有脱口罩？哎呦，来，大家拢会使随便来观光啊。再见啊！介绍了再来吼。哎，朋友，喂。其实吼，牙齿啊这件代志吼有研究过，差不多伫17世纪，17世纪，你是喺第一天顶呢啊？世纪要来讲啊17世纪，17世纪的时阵，伫欧洲有这个现象发现啊，啊呢，是算讲上早的牙齿啊。哎呦，有咧上班下班的人暗时有一个所在，我记要食物件，要耍物件安尼吼，拢真侪物件，我就想到一条歌，哎，老师音乐化一下。哎呦，有夜嘅好夜嘅似日頭對落地，暗暝嘅紅景市場照着滿街市，小朋友大家做伴轉來也快樂，卡那散步吹那念歌伴過來欣賞，卡那散步吹那念歌伴過來欣賞。謝謝。我知道。这大皮康顶管敢有一个？你有納錢無啊？面性面性的，那是草面性面性。高俊诶，那遐行李啊！啊，过去讲，这算迄个，棉花糖台语来讲啊？米花糖，棉花糖吗？老师，棉仔糖，棉花糖，掉啊，棉花糖，还是棉花糖哈？来，你加讲加解说一下。班款，这是碰个。卖承认到，你讲我著做狗的型，都没有办法的问题。做老实的啦，生意好无？还可以，像你安这支安尼卖偌济？差不多300遐。这造型安尼300安那食会落啊？因为伊开的时间差不多一支要10分钟。哦。伊顶悬的海苔安尼，迄种爱花时间去，不爱开时间去做安尼。即摆算已经进步干呢，你也吃伊这面啊糖，你做个安尼吼，迄个蠓牙的造型啦，连我你蠓牙回去吼，迄支你也甲袂掉，我甲伊斩。有一天我来感觉头壳戆戆，我就知影。伊卖300，你抽偌济啊？对不对？哎，碰个无啦，其实咯，因这吼有当时可以当配合，比如讲过节的时阵要送花嘛，顶悬个插一个恁女朋友的型啊，你就甲讲这花送你。暗时才甲你慢慢来食掉。对哦，哎，这个提议袂歹。甜不稳嘛？嘿，祝你生意兴旺，好不？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做我的幸好。边仔个一个皮康？哎，我唔捌看过什么，伊这叫做包肠。德国烟钱爱着卵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咱甲卵甲烟钱包做伙，就真简单，就是遮简单。这咱韩国的国民小吃啊，伫。咱台湾这边遮吼，阮改良过了，即马就是直接甲包好做规支，互恁好牙。袂像伫韩国迄边遐，因用铁棒吼，咱煎迄卵煎起来，因的卵会较大，
哎，啊，咱即马即种的哦，规支的卵就较软，哦，哎，差别是这。我怀疑想要做节目主持人，口才就好诶。讲话口才真好，你生理一定袂歹着。那爱有碰过来捧场，这会好啊。嘿啊，你做一支我看卖，两包肠要安怎做嘞？哎呦，伊像两你讲会嫩哦，迄两个很嫩卡的咧呢，两个卡咧，哦，哦个倒落，青嫩，诶，拉拉的，安尼，安尼等你就好。伊家己慢慢啊像安尼，家己会起来。咱拢毋免加插伊，哦，而且这个物件就是好了吼，伊就家己浮起来啊。哦，哎呀小哎，真正呢，想到伊知影以后，伊家己就起来。跟你真正起来啊！迄支还是家己设计的吗？这哦，这元素就有啊，啊是讲阮搁啊，摕顶搁啊改良过。啊，你内底有放油哦，是用煎的吗？你是要买你问啊济？我是要食的。我安尼手被拄啊，架啦，碰到我家嘛袂啦，恁袂掉啊啦。啊未介绍着恁嘞，即摆是我甲头家的代志，我两个处理好势咧，对不对咧？喊你几时电视台也是啊搬来甲内底，迄无简单呢。要啊嘞，哦哦，哎呦，哦啊，搁有迄种，哎，哇，哎呦，哎呦哦，食较慢的啦，食较慢的啦，碰个烧啦，烧你唔通食，烧啦，迄烟拢已经浮出来了。这个物件有一个真严重的缺点，太烧了。第一小可好凉你一点，食小紧啦，规支伫我肚子。迄袂歹，真特殊呢。对韩国来个改良，即啖，伊讲这鸡啊生几只，哇，几只啊！哇，哦哟，一只袂359，无贵呢，哎呦，哎， 359，一工上济卖几只？一工上济卖30几只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哦，谢谢，哎。啊！你人家安那交关的，拜托，真正食爱立钱莫别来哦，我嘛爱听阮节目咧讲啥话哦，你唔敢甲顾看呢？你带上来，我知你带阮班长的录影，我知你因公司我知啊。好来，今仔日这闹热气氛之下，要来进咱的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，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小声小段好观赏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仔日专程爱用台语自我介绍，无问题。请。我定定咧出外景啦，好，外景的人拢讲我是地球上哦上厉害的查甫人，哎呦，哎呦，对哦，地球上啊。啊，为什么安尼讲哦？因为我定定咧甲人比赛，啊定定赢，啊我体力真好，因为我因摆哦是咧拍骹球的啦。哦，有才有嘿，骹球是用踢的，不是用拍的哦。对啊，你要看到拍骹球无？哦踢骹球，对，我叫王小伟。你的名唔是安尼？啊，笑笑味，笑的。笑味，王小伟。旁边这位，敢若无熟悉吼，嘿，大家好，凤哥好来，镜头底啊，望你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白，台语应该是白白吧？无，敢不是哦，无，老师伊的名叫做百壁，生爱读鼻音啦，啊名读母音，嘿，百壁100、200嘛，百壁，啊李壁啊，名爱读李壁，所以是百壁，百壁。百壁。我想讲吼，我想要叫做百倍呢，感觉较悬啊。哦，囡仔百倍免遐悬啦。是安那唔捌见过面是安那？因为我是演员呐，拢伫演迄个舞台剧，是安尼讲嘛，老师。舞台剧舞台剧，哦，你演舞台剧？系啊。是拢舞台剧，拢音乐剧啊。对，你拄仔讲，你要介绍，你补充，你补充。因为我甲伊有演过戏，我嘛甲伊演共一部迄个共一出舞台剧，迄是迄国修老师的迄个戏。对，伊真正是足活泼啊！定定吼，现场的人吼，看到伊的戏吼，会看到欢喜的笑。
啊无念的碰过，阮两个念的演一段，互你看。即马就来，你咪就个念的，即马就来啊！无安尼啦，碰过，你做导演啦，啊你甲我讲安怎演啦？哎呀，你准备看啥？我导演啦，对啦，我导演就是讲，这恁囝啦，考试无及格啊，等下考30分尔，你安怎干咩安尼啦？啊，你为你等下迄个考试段等下预备卡咩啦？哎，妈妈，我甲你讲一件大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甲你考了有够好咧，满分。你莫甲我讲话，恁老师他拄仔敲电话给我啊，讲叫伊甲跪诶。跪！哎，我考了真好，你叫我跪诶。恁老师头拄仔甲我讲啊，你考30分，30分你搁甲转来。妈，我平常时拢考5分6分，这届考30分，你爱欢喜才对啊！你甲强强，强强，哎，真厉害，进步真济啦，妈妈真济。拍破鼓励者，哎呦，哇，是是。我用足紧呢。哎，可能很酷的呢。对啊，这我就紧张诶。没啦，有机会大家合作看嘛呢。对啊，你演过这二个角色，对一个对一种，互你安尼印象上深，互你上界难忘，安尼袂叫放袂记种。有2个月前。2个月前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有演一出戏叫做《热带鱼》。热带鱼。嘿，是一个电影。电影呢，变做是舞台剧。电影是文英阿姊演的。我甲你讲，我就演文英阿姨。哎呦，嘿，我迄种挑战性。我演迄条蛇安尼。热带鱼要哪演？你演迄人个。是蛇，文英阿姨伫内底是演蛇。对啊。嘿啊。伊有斗一个迄个。斗一个公啊，官啊。公啊，对啊。啊，你嘛斗一个公啊？我。你做演员，你甲看卖我辛苦。简单啊。安尼好，咱即马来台语来开始考验。考验。哎呦，今日考验的题目是简单，甲吃拢有关系。哎呦，我若讲到主角，你得讲到一个主角的方式出来。小心一下，来，主角就来，老师看来，我说烹煮的方式。我讲痔专家啊，痔专家，痔专家，规家伙拢做伙痔专家，你哪会痔专家啦？痔规只都痔专家要惊死人，我痔恁后生。够真你没？我来卡来，哎，我说烹煮方式啊，我讲吹粿，吹，哎，袂使中破我嘿，来，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炒饭，炒饭，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顶吧，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烫菜，哇！因咱较早人较欠嘛，迄菜去烫的啊。对，烫的，阮阿嬷定讲。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撒水饺，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抓药啊，对啦，抓药啊。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行烟菜，我说烹煮的方式啊。我讲卤吧，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蚵仔煎，蚵仔煎其实不是讲方式，蚵仔煎是一个名，对不对？碰过，不能咱是讲煎蚵仔，对，煎蚵仔是一个动词，后壁加的名词。唔过咧，你看蚵仔煎变做一个新的名词，还有豆饼哦。另外是讲白菜卤，卤白菜，豆干煎。豆干，哎呀，你也接搞啦。因为迄料理的方式无共啦，无遮单纯的去处理迄个物件，咱拢会甲放伫后壁。哎呦，比如讲蚵仔煎，因为有蚵仔米粉甲青菜嘛，所以是遮的物件揽起来，落去甲煎，较叫蚵仔煎，蚵仔物件煎。比如讲，唔是甲煎蚵仔呢？对。好来，我说烹煮的方式，我讲烘吧，敢若毋是煮饭呢，伊是一种制作啊袂落去煮的进行料理的一种手法，毋过毋是煮法。烘起来的时阵啊，迄第三个菜毋是拢大烘吗？你要大烘。大烘迄就是一种煮法咧。到底烘是一种煮法？老师讲伊无会解答。就比如你使写批卡电话来。个人作业，个人答。好，感谢你。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熬汤。来，我
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炊油饭，吹的啊不是庆油，哎，庆油饭，庆油饭，是哦是哦，是哦，这较罕的听。普通外口佫加一寡水安尼，对，哦，上强的查甫人。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垃圾水。来，我说烹煮的方式啊，我讲砍鸡。砍鸡，哎呦，哎，砍鸡嘛是呢，对啊，勾芡啊，勾芡，哎呦，搞呢，来讲啊，你两个哪只哈？好，我紧来好，哎，你食足久啊，你是土地婆哟，你是拢未大汉了啦，你哪？那有未大汉，我叫大汉呀。啊，你啥来呢？本来就安尼。哎呦，啊恁兜唔拢安尼？无好，干那我安尼。哎呦，夭寿咧，哪遮恐怖？咱过来叫做吼，迄个做俗语讲了好，你讲好唔好？预备起。俗语讲了好。唔是啊，你比啊！我莫去招你啊，你看对一台咧招啊。俗语讲了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即马有司机足歹的啦！来，阮这搭，来交管一个啦。司机歹吼，咱来开发一个新的物件嘛。新的物件哦，有趣味，咱较会买啊，对无？安尼哦，啊，我这钱的是哪开发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钱水饺，创啊！你哦，啥物拢钱。今日就是钱收的啦。收钱？对啊。我这人哦。啊无咧，我看因今日哦，大家拢有咧趁钱啦。哦。我讲你今日咯，落甲因钱拢收的啦。啊哇！啊，毋过遐济豆我会惊诶。免惊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像我同款啦。你若面手较歹，伊会惊你啊！来，面手较歹。面手较歹。嘿。钱踢出来。啊，伊是无够歹啦。哦。较大声的啦。钱甲恁爸踢出来。哎呦。你个啦。啊！你试一个，你拢卖做表情，我看啊。卖做表情，钱甲恁爸摕出来。你较歹，你用这。安尼有歹吼。去收钱，吼。哎呀，若是收无钱要安怎？我哪有可能收袂到啦？那收袂到，你就叫因吼卖田啦，卖厝啦，啊某嘛袂买啦，卖拢袂买啦。我就是不管安怎，就是爱叫因甲钱摕出来啦。啊，好啊，我知影啦。好，我去收钱。教你。你遐等我。好啦。好。来，看卖啊！哎，看卖啊！大家哦，来。哦，哎呦，头家娘你来啊！哎，我来啊啦！我甲你讲哈，今日吼，我要来收钱啦。哎呦，妈妈安尼，啊，即摆就司机歹，阮遮有趁无啥物钱对无？你即摆就来甲我收钱，趁无啥物钱，哎，这样都是人安尼。好啦，来，去啊！啊，凊菜摕哈，好啦，啊，遮啦，先互你啦吼。好，你无用啦吼。好啦。哎呦，心里可袂歹哟。歹势，我来讲，新的产品，从这个产的虫，听无啦，产破虫，韩文啦，伊个外国最好食的。啊，这袂歹啊，你生意嘛袂歹嘛吼。外国生意无好，甲要死啊！你话无人嘛，对无？你知影就好，来钱摕啊。无啦，无啦，你听我讲吼，我最近生意无好嘛，啊无，无时间吼，小互我拖一下嘛。袂使拖啦。啊无，我物件互你食拄好无？来，你凊彩我已经食足饱的，哎，你讲无摕钱出来，我要冰岛。好，卖，吼，卖冰岛。哦。好啦，来啦。啊。好啊啦，已经足水啊啦，唔免笑啊，笑甲你手机要破去啊！哎呦，什么水尔？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足怨叹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怨叹什么无？怨叹啥？怨叹我哪会生一个这水啦？哎呦！好，卖无用啊！太低档啊！卖无用啊！卖无用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哈！卖怨叹啊！我甲你讲啊，我今日来吼，就是要来收钱的啦。收钱？对啊。我都还袂答应咧，收遮急，啊！你是惊收袂到哟？你假定尔，你惊我会走去？我足惊，我惊你安尼走去啊！你看我这个型敢走会紧？会歹讲哦。走都紧的哦，100公尺走9秒了。真紧着，好啊！昨下我已经有打电话互你啊，吼，你已经甲我答应啊，哦。哦，你真正足啰嗦的呢！卖了50杀钱来啊！拄则才来一个人客，放一摆就50块，你即摆就要收转去，
我要安怎？气死啊！提气啦，提气啦，气死！态度较好的，我甲你讲哦，吼。来哦来哦，来放掉哦，放10届吼，一届免钱，一届免钱，来来来。我无听过人碰到更坏的。你口气啊，口气啊，你口气好的。你爱换几种方式来放掉。来放掉！来放掉！来啊放掉！好，去无赢啊啦！走。啊，有收到无啦？我即摆足需要钱，有收到有啦。你看足济着。交出来，我若无看到啦。来，交出来。拢互你。啊，你话惊死诶！无问题。身体无爽快哦，哎，去看医生啊！杨啦，你到回小组哟啦！你到家回小组啊？回小组哦！太乱啦！是安怎啦？是你讲是使用哪啦？拜拜往生去啊？迄啦？够啦！啊，无是安怎咧？我讲伊无去啊呀！你拢无去？伊拢无伫遐顾大啦。安尼哦？啊，我打电话嘛打袂通，我唔知伊去对啊啦。安尼？啊，毋过。伊大如啊，有甲我来啊，你甲我看卖啊！来，我讲。快点啦！安怎？我走啊，钱我嘛带走，唔免找我，反正你嘛找袂到。钱拢摕走，安尼我大家回啊钱你拢可以摕走啊？什么？你这不连辛苦钱呢？我有去啊呢！免怎，你讲免怎？你讲来，我听你讲来。你讲一个，你讲，来你讲。我嘛唔知要安怎啦，我唔知伊去对啊啦。哎，这叫我什么地带啊？你有看到无？我老目屎啊！我伫考啊！等你，你个大你老目屎。好，你来对你看卖啊！啊，咱想一个办法啦！哎呀，啱啊，你是遮的吼，算是吼大。你讲什么人大？大鸡头啊啦！好，想办法啦，安尼是要哪解决的？免转啊！对啊，免怎？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你听讲吼，最近有一间大皮公，大皮公，大皮公，哦，大皮公，伊足灵下，找伊斗相共。好。啊，你嘛咧打你嘛好啊！咱就去找伊的话，你摕伊手机是要创啥？有电话哦。恁这就有所不知哦。即摆的科技足进步的，你若是要坐车，安尼手机啊哈，安尼回安尼。回我哦，安尼车就入去落来啊！你若是巴肚足摇的有无？安尼手机安尼回，马上就送到你面头前。安尼哦。即摆的两性面同款，同一款。安尼真厉害，叫什么？嘿，GOD 价，嘿，安尼哦，好，恁等者吼，安尼就使啊。大皮新港加油！够啦，哎呦，恁拄啊有人讲什么乌波教嘛？哈，对，看卖，哎，我就是安尼来底卖咯。我先甲你说明一下吼，阮的收费的标准即摆无共款，即摆当地较早无共款啦。乌波教，乌波倒头，吼，安尼算一套啦。哦，啊，这叫跳表算，1分钟开始计算10块。无贵啊，无贵。会使啦。哎，我等者吼。你通知姓名我。拍者，这样子，啊，你连姓名嘛使用叫的哦。当然啦，太厉害哦。来，唔先甲白者。你拢有要讲？使咱即届叫一个大皮康神，吼。你迄个回咧，啊，你看对真姓名来我教，你手机啊我看着我就知啊。哦，你会无效。哎，阮家己手机才有姓名，你手机也无姓。来，大片康神来降价来。我是什么代志？不是啦，大皮神哦，因为最近啊，我有甲人对一个花啊卡啦，一卡花啊，一卡花啊。啊，就有一个人啊，是花啊卡，一卡花啊，你讲。一卡花啊，一卡花啊，就有一个人啊，吼，钱收。啊，煞走路啦！哎呦，即摆爱麻烦大皮神吼找人啦。
有啊，来是花啊用赌气。对啊，恁这真正就害，恁这是攀啊啦！有钱人去添油香对花啊啦！对啦有迄个加减添过啊，添你的福寿。等下你若是人甲我找着，我就随起来添油香。嘿啦，我嘛是，甲恁添油香。换一尊，换一个速度较紧的啦，换一个碰风神。哎，这人，你要调查这件代志啊！哎，旁边这个什么人？有这啦，我翁无去啊，伊就回头伊抱落伊啦。翁无去啊，对啦。所以走去的是恁人。哎，钱就是伊摕走的啦，我的钱吼，嘛互伊摕走啊，我迄个骗去啊啦。对啊。甲恁人的八字摕我看卖。八字啊，那哦，伊是50来年厝的。伊无遐老吧？有啦，50来年厝的啦，5月初六5点6分出世的。这都你几人就加就5566。迄真红呢？对，我穿呢。安尼算起来，恁人犯太岁。哎呦，爱说你哦，爱说你哦。这代志非常之严重。我问你啊，伊是毋是在5月初6 5点6分老头？大比赛，你哪会知啊？就最简单的啊，就生日5月初6 5点6分5加6 11嘛，迄个8、2、2、21加起来注定爱走路嘛。啊，你5月初6 5点6分多4月10点就走干那8咧，对不对？就爱走路。恁翁叫什么名？伊号做王小伟。哦。王小伟，我熟悉足缘投的啊，我捌看过伊啊。偏不了解，这个人，哈哈，这查甫人命中带桃花头的，有影哦。可能钱可能会去饲查某，哎呦，那有可能外口已经偷生囝了。本身咧，甲你开盘，你边啊咧比人拍咧，拼啥个工人？啊，你讲有道理？啊，歹势啦！乖乖，那就是王少伟啊。好啦，我甲恁讲是啥物原因啦？啊，就我进前吼，我就投资失败啦。投资失败啦。伊投资失败啦。到底是投资还是投资？你是失败还是失败？拢失败啦，无一个成功的啦。啊，所以我才无钱，才甲你的钱款走的啦。好啦，你请教者，你是讲倒偌济？参迄个回头吼，啊，总共就6卡嘛，啊一卡300块啦。嘿啦。啊，若回头卖算，安尼加起来吼，1500块啦。哈？你一卡300？嘿啦。哦，你嘛拜托咧，恁爸做事做遮久，做当机做遮久，头一摆捌着这种的。倒1500就爱去叫这个有保价，再个有保倒头，你1500你共走路，哦，我这款事都共我讲。你1500你共走路，啊，伊唔知影钱偌歹赚。唔赚，你这个叫做青眉看故事。来，有第2句俗语哦，请了。上太子啊！哦，这个你5月初6 5月6分走去。哦，对，5月初6 5点5分走去啊。 6分啦，6分啦，减1分。嘿，大比心，你哪会知影呢？当然知影，你指定我大家你嘛。这2个11家做的，唔来拉破就走，敢若飞咧。恁翁叫什么名？伊叫缘投。哎呦，我讲生气。阿妹啦。恁翁什么名？王小带头的，平常多多。贵啊！你可能钱款，我来去饲查某嘛，我偷生囝，你莫去拍背啊！王少伟那个你来，你了。听我讲啦，
你免讲，我知你就是投资失败嘛，嘛你要投资讲会投资去嘛，对，你讲歹运嘛，对嘛？所以人你大家就讲趁钱足艰苦的嘛。你过来，你会问我讲啊，到底是欠偌济钱？我来讲啊，总共加起来才1500块啦。什么？你一卡到300呢？哈，恁爸做神做遮久，头一摆办的这种的哈，一卡300块尔，你也请到这个人走1500块尔，叫做有保价，有保倒头。喂，你这根本就是青面的拍算盘，拍破过来。来哦，拄着两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青面的看故事，青面的拍算盘，感觉。恁这个情形，拄啊，迄个当机伫咧讲的，讲你啊，你用倒1500尔，啊叫这两个来，佮开遐钱，毋是假开的，吼。来，感觉第一句叫做青面的看故事的，请举手。如果青面看故事嘛，就是白看无看嘛，白看。白看啊，后面迄白了工的啦，对啊，后面迄就心内知知啊。哦，拍算盘。哎呦，恁上个是青面的拍算盘，你讲心内知知，甲你请讲呀。老师，请。咱什么叫过时？政府是要通知社会，当时去领催案，当时爱有什么宣布代志，伫咧固定的所在，迄叫过时。对。毋过青梅的朋友，伊目睭看无，伊去啊嘛是爬山填海了5工。所以青梅看过时是无采工啦。无采工。啊，若青梅拍算盘，咱是要来算数。算数啊，算盘叠的。啊，毋过小目伊看无啊，所以无看到遐小目，无看到小目就啥未见效。无看到小目啊，未见效。啊，想讲吼，这1500块，讲实在，这1500块要走路实在足歹势，所以人家是未见效安尼啦。哎，我听出来意思啊啦，就是才1500块尔，啊，因若要甲我讨，至少够袂见效。连1500块甲你讲怪，你未见效。这答案是青梅拍算盘，未见效，未见效。看袂到笑啦，看袂到小目啊，看袂到笑目啦，袂见笑。你要讲怪嘛，怪较济咧，你嘛爱1500万。今仔日都学到这两句算袂歹，因为青梅什么青梅拍算盘叫做未见效，拍破过来。吟诗作文真出力。伫这电视台捧广告的情形下，是每一个工作人员拢食真饱的情形下，咱要来念一首作者叫做游子，因即晚要来考夜市的头家。哎呦，这专业。徛边吼。对，你某哪食啊饱上啊？贾君生，有心啊，这应该是查甫的哦。人即摆真系专家啦，嘿，专家。恭喜吼！专家，谢谢。像造型啊！我叫家己来。家己来，你叫耶稣哦。当然是恁翁仔无合作嘛，翁婿你先来，头两句你。雅琪啊，字免读哦。用药嘛知影，用药嘛知影，迄字叫啥？西雅西是真趣味，是。杂色打位满是。哎呦，水来，换太太来，等太太。食青阳煞。那我甲你解释一下吼，这7字应该是每一字拢单独存在。食青阳。算听看批。哦，过来。要安怎选择犹在你。哎呦，泡，厉害哦！这个阿某台语算厉害，毛你请隔壁打出来哦。因拄啊念4句去啊，这两句你来请了。来，麻油鸡汤，胖，肉鸡虾丸猪血粿。哎呦，毛你请这位头家出来。好，来，缘投的。你叫老的啊？缘投的啦。啊来，后壁这两句你银行上班了？无，我来挂这。银行算钱的。他袂像泰哥啊，因为我做迄个米仔汤，看甲规身躯拢黏踢踢。哦。哎，迄台语真迄落呢，会晓讲泰哥呢。老师，咱定咧讲泰哥啦、垃圾啦，还没有哦。泰哥两字到底要安写？泰哥贵垃圾贵哦。啊？来里头的来。
阿哥咧，阿哥咧，你内底用倒一字？泰哥。泰哥，哥用的哥吗？唔通啦，哥哥的哥就好啊。哦，泰哥。哦，泰哥。泰哥。另外，迄个智慧贵吼，迄贵贵唔对，嘿，米字、哥字，嘿，字读做贵。贵，这是贵，迄个是哥。袂发来做哥，袂发来做贵，所以叫做泰哥贵。也拄好，那好不好话啦？阿妹，有女朋友无啦？无。拄啊，迄讲话有声，你看啦。啊，什么物？我讲拄啊，一个查某囡仔，直接讲话出意话迄个。19岁迄个啦。 19岁迄个好无啦？无印象。哦，我叫你去教哦。连仔甲你介绍啦，嘿，伫啊，等下，伊呢？哦，我知伊看我一直徛我大只。根据统计，伊3大徛你遮徛上久。是欢喜个安尼是。连恁两个咱老赖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们看袂无？做朋友。你甲问看嘛，你不要。可以加点赖吗？喂，咱加你啦。是。啊，嘛是啊，等下遐呢。因缘还因缘吼，生理还生理哈。是的。啊，不，这能鼓励的。是客人两摆长长，头家休假了。你吹啊，你塞塞。好来，请回。来，老师，拜托你正确给我们念一遍来。今仔咱配做夜市啊，这个啊感觉吼，来，这个叫细字来。细夜市是真趣味，嘿，10打话是满是，食清用爽听看片，要怎选择又在你，麻油鸡汤香香香，肉羹虾丸智慧果，啊食客人凉摆长长，啊头家笑甲利塞塞。谢谢，感谢老师，谢谢。爱记这3字是砰砰砰，吼，一直行，来起来。好，来，老师请考来记，1、2、3，来喽。细夜市是真趣味，10打位满是，食清用爽听看片，要怎选择又在你，麻油鸡汤香香香，肉羹虾丸智慧果。食客人零摆长长，头家笑甲利塞塞。笑甲欢喜生理好啦，感谢大家下回继续收看《画山画水为恁咯》。这侪代志呢，虽然无定定讲，啊，毋过你既然和老师是甲你解说了后，你就拢 OK 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节目哦，真正需要大家支持，一定要看阮的画山画水画玲珑。今日呢，我的名是老师教我教要安怎讲的，啊，搁有今日有学到少济，你伫咧煮菜的时阵要安怎煮的词，啊，老师有教阮教讲要安怎读，啊，搁有要安怎写。我今日就欢喜的学少济物件，啊，搁有食少济物件的，就爱这个节目的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啊。